大家好，我叫阿星，今天给大家说一个全天下男人都想要的一个女人，一天时间就火爆世界网络，国内平台留言也是清一色的尊敬和喜爱。很多人留言说，得此女夫复何求？她做的事情肯定不对啊！尽管她的爱人在国家面前是个坏人，一个女的独自一个人去救她的爱人，有谁能做到？有很多女的说她恋爱脑说她傻，据说现在网上有人出到几十万美金要去救她，你们觉得会怎么样？当他被抓到之后，记者只是摸一下他的脸，就引起了全民的公愤，被吊销记者执照，开除行业，赢得了所有的喝彩。为什么一个犯罪的女的会得到所有男人的一致认同和佩服？来看看是怎么回事。无法使我感覺我終於遇上幸福，你說愛我等於要把我捕捉，實在沒法擔起這一種愛。